你进去吧。啊，到底。这边我想就不打开了，好不好？这蛮脏的在这里啊，不过这个伤口比那还脏，这个伤口超4公分乘2公分，一些沙子，现在小小的竹片、竹篱都埋到伤口里，因为它一滑倒，然后力道蛮强的，为了闪一只狗，然后这个狗一滑倒后，它重心不稳，滑到还好是滑到路旁去，没有到滑车的中央，但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个伤口在左膝是很严重啊，不过骨头是正常。那伤口要到4乘2公分，里面沙石很多，所以这个要上开刀房麻醉，进一步去清创，必要用手术的刷子把那沙石刷掉。不刷掉的话，里面会埋在皮肤里面会脓疡，会落囊了哈。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麻醉可能很单纯。有伤到骨头吗？伤骨头是没有伤到，只是在表皮真皮里面那一层。所以出院后应该就可以门诊追踪，可以出院。是不幸的大幸，我们生命迹象、血压、脉搏、呼吸、心跳都蛮正常的。这一点我想，不幸中的大幸。那伤口是在。就是请你讲一下，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在路旁发觉是有一只野狗在追一台轿车，就让野狗转向，那就把它撞上去，它整个的手把就滑倒还有滑到路旁去，没有到车的中央。发觉上那是它，当然马上就爬起来，不过看到它的伤口，左膝比较厉害，左膝。电动车要去搭校车的时候，就原本有一只黄色带白色的狗，就是追一台黑色休旅车，然后后来就突然停住，然后转向，就刹车不及就撞上去，然后就龙头不稳就跌倒。那个几秒钟的时间而已吗？对，就一瞬间，然后后来那只狗就跑走了。同学，可不可以讲一下哈？你那时候你这个路段这只小狗是不是常常都是就是会追着你们这些骑车啦，或是追的人就是狂叫这样子，是不是会？对。以前有没有被它追过？以前没有被追过，但是马上知道那里有这样一只狗，所以骑那种时候要小心，然后慢慢骑。你都知道说有一只狗会追的这样。对，但是还是要小心，因为还是撞到。小朋友受伤的案件了哈。今天咱咱彰化市安溪路又发生一个野狗咬伤一个血统的案件血统现在还在医院手术中。彰化县在我们彰化市，然后我们6月10号发生一件，然后7月又发生一件，等于说1个月发生一件野狗咬伤人的重大事件。根据学者统计，我们彰化县内总共在104年的时候，总共有差不多7000多只野狗，到达去年已经增加到16000多只野狗这个可说是非常泛滥严重我希望中央能正视这个问题。自从中央野狗都零捕杀到现在，发生过这个问题层出不穷。我希望中央相关配套措施要做好，然后县市政府也要加强合作杜绝野狗在咬伤我们一般的小朋友或是妇女，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要共同来正视它。